这有这人厝嘛惯用这点咧卖钱去人厝，因为呢这个开个这个开始咱就带个个惯用这些嘅菜啦，先去这马祖先去这个公安局呢，像这个西班牙去这个青中呢，请个保险大家这单咱就去搞做因为这个家庭用讲咱就去安尼做既然呢咱的这边用呢，咱们其他这个教会管的继续大家做咱在咁样咱用个无论你啦，同中介，咱来做教材文化界拢有正无这个变化啦，传统的，大家主要的变拢正悬，变的是讲咱伫咧比如讲咱就文化部当时迄个建构的，即个文化部就来走来建中来小做，有希望讲咱变成过来做国国际的五行之传文化团体噶。所以讲，当时迄阵咧，咱的政治地位包括调迄个家人北水边咧同款，你头就咱地位了，这地位就是安尼时代吹啦，无是你特别讲，咱西港乡都到这传统所有的好朋友们。